除咗流動性之外咧，其實我哋都要知道咧組合嗰個透明度 transparency， 因為機構投資者佢調研基金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對於佢個投資策略或者係基金經理個底倉有一個 certain level transparency， 有個透明度，變咗你知道嗰個投資策略係點。第二咧，我都提議大家關注下嗰個費率，因為其實嗰個費用咧對於投資者嚟講咧，佢都係要俾譬如管理費啦、表現費咁樣樣，咁變咗，所以我哋做功課咧，就除咗話投資策略流動性以外咧，我哋都要知道佢嗰個 transparency， 佢個透明度同埋佢嗰個費用嘅收費，而再判斷呢個工具係咪喺我哋中長線資產配置工具值得配置同埋配置幾多嘅一個工具啦嚇。